希望通過吃完這頓飯，我們的身體和心理都得到了滋養。各位老友，今日嚟試一間我覺得全廣州最低調嘅米芝蓮，低調到點呢？你睇下，就係咁噶，門口招牌乜都冇 ，follow me。莫非今日冇開門？呢家素菜餐廳有咩驚喜呢？最後先講定價，點讚開飯。主理人從無肉不歡到食素3年，米芝蓮西廚加持，探遍全球素菜名店，開放式廚房，每道菜都睇到現場製作。講幾道印象深刻嘅菜，餐前麵包咧係蔓越莓亞麻椒包，配搭橄欖菜黃油。話呢鋪真係煲冬瓜啦，味道清雅啦，欖仁甘香。呢個蓋入邊咧仲有粒冬瓜糖啊，記得砌佢。話呢個點講呢？就係炒得幾夠鑊氣嘅菜心咯。嗱，呢一道就賣飛話啦，新鮮粟米、炸粟米同埋粟米芽，每一羹咧都係粟米暴擊啊，真係好適合我呢種粟米愛好者啊。佢炸粟米咧有啲重口，有啲辣，再飲翻啖清潤嘅穀物高湯。呢個鮮藿香咧唔係嗰個正氣丸、正氣液嗰種廣藿香啊，呢個係川藿香啊，剪咗天然嘅根莖當吸管啊，黃瓜湯底、玄米茶帶嚟清爽嘅味覺衝擊，再配搭一件咧鋪上發酵黃瓜粒嘅藿香天婦羅，一次過試到藿香嘅兩種狀態，區別開日式嘅茶碗蒸，加入菌菇同埋馬蹄，做出咗中式嘅風格。用金嘅杯飲靈芝水，真係有啲 amazing。海八仙就係由南闖北收集嘅海藻啊，對應相匹配嘅烹飪方式，真係好似上緊生物學課咁啊！嗱，即係兜佢啲人牛逼啊！世界第一餐廳羅馬嘅同款菜式，喺呢度加入酸甜嘅烤菠蘿同杏鮑菇嘅肉感相結合，一口爆汁。風乾嘅豆乾好似芝士片咁嘅口感，加入網紅嘅木薑子調味。嗱，呢一塊咧好似黑色海綿蛋糕嘅咧，其實係一塊冰沙嚟嘅，老香皇製作，獨特嘅風味一試難忘。超中意呢個火龍果包啊！佢嘅包皮咧鬆軟有質感，有天然嗰種風味啦。入邊咧係會拉絲嘅芝士紫薯，又食有啲廣州親戚。伴手禮咧係5常大米同盲盒嘅茶杯。最尾講下定價啦，10幾道菜680蚊一位啊！你有冇興趣嚟試下？食完呢餐素菜大餐咧，正如主理人所講嘅咁啊！希望通過吃完這頓飯，我們的身體和心理都得到了滋養，這就是我們的初心。關注我，一齊食好啲，下期再見。